花腔就是怎么样唱才能让人听起来非常自如？哎，比如说就是跳也非常自如，就是你带连线的华彩也非常好，比如说上上下下那些音阶啊，因为这花腔嘛，考好多都讲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跑音阶跑不清楚，就是跑的连滚带爬的。对。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就是说他会跑不清楚。还有就是说高音怎么听着让人说哎呀，说这人唱歌什么要像什么布谷鸟或者要像长笛，就是有那种让听起来空间感，就觉得非常不是让人听着觉得。要说的特别简单呢，就是你就是把声音搁到腔体里去唱，用气去拐它。因为你为什么连滚带爬的跑不动呢？因为你在嗓子里，比如说就唱这个，比如说咱们唱阿雷路亚嘛，阿雷路亚，就是节奏也慢了，也就跟不上去。这是有啊，有些时候我状态不好时候，我也在那连滚带爬的也有，就是状态不太好了之后就出去了嘛。就是说，只有你挂在气儿上的时候，用气儿保持这个状态，是这个在拐，是气儿在给它拐，你没有任何嗓子东西，只要你拐不动了，就说你是带嗓子了，所以拐不动。那完了以后就说，还有一个就说你跳音怎么跳，比如说跳音到从底下衔接到上边，也是很简单道理，还是挂在气儿上，在腔体里去跳，比如说。这既带嗓子，完你气也用了，完就卡在这儿了。因为什么？这个乐器你没用，你一会儿这掐一下，那会儿那弄一下。所以说你这个乐器一直老是要保持着这个状态，要给做这个乐器一定要让它永远一定有乐器。今天是小号，不是长笛，你明天不能给它砍一块了，或者是捏出一块了，它长笛就是长笛。它声音就这么出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个乐器呢，就是我们不是制造，这一辈子都是制造的过程。我觉得多多少少啊，就这样，你就保持住。如果你要在里边了，在这时候，我在这也开呀，我这就卡在这儿了，就是有这个又有这个，就同时进行。我们就说，就要是第一句一没有进腔体，因为它第一你还能跳两下。尽管它音色会受影响，音色会就不会那么漂亮。就有人觉得，哎呀，他的高音好，他们中音好像听不大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声音不传扬。为什么不传扬？你没有立起来，就所谓的没有搁到腔体里边去，所以就好像觉得听不大清楚，有点散，就这样。所以第一个音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。你看。老是一种，或者你就有人就说，比如说，感觉把自己弄成一个气球也好，就各种各样的办法让你干什么呢？就是用这儿唱用这儿唱到那儿，把这么弄开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你就感觉给空间，不要卡到嗓子眼上。如果我要是就这么唱，我就会叨就直接下去。如果我这里头有一个。我就上了台阶了，所谓的就是说没在气儿上，或者就唱着呼吸就浅了的话，就再浅，这不就进嗓子眼里了吗？这样的话，你的高音就不溜了，或者就啪出问题，或者就破了，或者什么样的，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所以非常就起点特别重要，就是还是一句话，就每一个音的时候就磨合之后，慢慢磨合之后就要把它要习惯性的，尽管有些时候你压根就不明白，但是。慢慢的要把它搁到，就是气跟腔体要搭配好了，就在这个乐器，尽量在这乐器里边唱，这就是我自己的体会。再就是跳音还得就是说要比较轻巧，这气要灵活运用。你们就有过呀，我们一下就弄疼掉死，就好像这疼就对了，就用上气了。对，完了以后那嗓子就冒烟儿。有过这样的，人也没有，老师也没要求你这么唱，但你就理解有问题嘛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调整嘛，都会他会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呢，为了达到一种目的呢，他有做过了或者做怎么样，就矫枉过正，也有这样的过程，是不是？完了以后呢，就说实际上老师就要求我就说你呀。对，一口气喘好一口气以后呢，你就把它跟着珠子一样串起来，啦嘣嘣嘣嘣嘣
但你还在跳，不是一个一个在这蹦，那你唱东西你就唱不快了，你就哗啦，就动不了了，就动不了。所以这种情况就是，你看我就很笨了。你要花腔就得灵巧，你说是吧？再一个我又不是重花腔，我又得必须得灵巧，我才能上去。从哪儿出去了，从哪儿回来，就跟拉松紧带一样，就还是这样，特别就是说，它的规律啊，就特别简单，怎么说？你说拉松紧带，它低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拉着吧？你这么拉，它越拉越抻得越长，就给劲儿。完了放回去，慢慢松回去了。但是你这个劲儿呢，也是从，你后边就上不去了，就慢慢开，就老有空间。就是说你的呼吸要随着音高的不同发生变化。对，声音越高，可能用的力量就会越大。对，但是绝对不能，就是说你的就是说不能跟着随着音高别音儿跟着走。就是说相反的呼吸应该是逆向的。对，相反的就是说，比如说我唱哆咪嗦，我的呼吸哆咪嗦就跟着往上跑，对，咪嗦咪哆跟着哒就塌下来，对。尤其下来的时候，你上去的时候呢，容易，我就很多情况下，有时候现在也有这样的，就是说不是故意，所以说我们老需要别人，就是习惯这样，就容易就回来就容易掉下来，就说呢还得要高位，这样你的声音就不就统一了吗？对，再低呢？人家听得见，所以人家说哦，这个声音，听他声音就好像就上下好像都没有什么，就一条线。用几句挺简单的话来讲，其实就是我瞎总结啊，就是唱歌，比如说呼吸吧，一个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，但是不能僵。对，就是它既就是要松动，就是它要流动，不能说是好像我唱低的这个发和高的发，我呼吸的力量是一样大的，而是要根据它音高的不同，对，起反向的作用。对。里边就是说，比如说就这个腔体是一直要处于一个非常积极的打开的状态。对，而且这个打开是后边要对，打开是后边，而且不能你随时都打那么开。对，就是要随着根据音高的不同。对，就是它也是活的，因为我们人是活的，它也要。而且就是说，打开不是说嘴张的越大，打的就越开，而是说打开腔体后边，所以说小舌头附近或者怎么样，内张嘴，叫内张嘴，里边的那张嘴，那张嘴是吧？而且就是说呢，你唱歌时候，就是说你的状态要一直处于一个积极的，而不是说我这歌有多少个高音，那些高音我要特别注意，高音一过我就好像就是说我不用费劲了就放，就是放掉。再有一个就是说，要想上上下下唱的一样，那么就是一个混声的过程，就是真声和假声的结合的过程。而这个结合的点呢，越长越好，而不是说我直到这个真声唱不上去了，我把假声再扣上，那就彻底变成两节了，对吧？就是让它这个磨合点就是越不被人察觉越好。对，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什么地方我在换声，就到那个地方小心，就是要让它蹭上，就是慢慢让它进脑袋更多。就是你得先走到那儿，对，到那儿你再去就已经晚了。大概就是这几点。实际上实际上你看说来说去最后特简单，但是呢又做起来吧又就特别的难。对，就是一个常年摸索的调整的过程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但是呢，你要如果一步一个脚印，一个一个就这么做的时候呢，好像它是在挺漫长的，但是一通百通。就是你不会这个歌你磨合好了，那歌就整个出大问题。基础打好了，对，楼就盖得很快了。对，基础打坏了，越盖就快倒了。对。